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7章55节到18章的第5节，使徒行传21章第1节的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旨意。上帝的旨意并不容易明白，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谦卑的跟主建立良好的关系的话，其实也不会很难。如果是难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己见，当然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也无法明白他的旨意了。难怪耶稣基督他在谈到比喻的时候，会引用旧约的圣经所说的，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很多人是有耳却听不到，或是说不愿意听。扫罗王已经多次不听上帝的旨意而得罪上帝，他自己不但失去了圣灵的同在，更受到那邪灵的攻击。然而大卫他却是凡事亨通。撒母耳记上卷17章55节到18章的第5节，扫罗见大卫去打歌利亚，就问他的元帅押尼珥说：押尼珥，那年轻人是谁的儿子？押尼珥回答说：陛下，我发誓我不知道。扫罗说：去查他是谁的儿子。大卫杀了歌利亚，回到军营以后，押尼珥带他去见扫罗。大卫还拿着歌利亚的头。扫罗问他：年轻人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回答：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18章，扫罗跟大卫说完了话以后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深深地被大卫所吸引，他爱大卫像爱自己一样。从那天起，扫罗留大卫在身边，不让他回家。约拿单因为非常爱大卫，像爱自己一样，就立誓要跟大卫结为生死之交。他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大卫，又把自己的盔甲、刀、弓和腰带也给了大卫。大卫在扫罗委派他的一切任务上无往不利，因此呢，扫罗也派他做领军的官长。这件事使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非常的高兴。一个出身卑微环境当中的人，听从了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就与他同在，圣灵的能力也就能够帮助他了。保罗非常坚定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去，虽然有人已经告诉他说，有人预备在耶路撒冷要陷害他，但是他非常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并且愿意顺服的回到耶路撒冷，继续宣教的旅程。即使有困难以及危险在前面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21章第1节到16节这样子的提到，我们刚刚向他们告别之后就开船，船支航哥士岛，第2天抵达罗底，从那里到帕大拉，在帕大拉遇到一条要开往腓尼基的船，
我们就上船起航。船行到望见塞浦路斯，船就绕过南边，朝着叙利亚走。我们在泰尔上岸，因为船要在这里卸货，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些门徒，就跟他们一起住了7天。他们得到了圣灵的启示，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可是我们逗留的时间到了，就继续我们的旅程。信徒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欢送我们到城外，大家都在沙滩上跪下来祈祷，然后彼此道别。我们上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我们继续航行，从泰尔到了多利买，向当地的信徒们问安，跟他们住了1天。第2天我们离开那里，到了该撒利亚，就到传道人腓力的家去，跟他住1晚。他是在耶路撒冷被选出的7位助手之一。他有4个没有结婚的女儿，都有传讲上帝的信息的恩赐。我们住在那里坐了几天之后，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从犹太家来，他来看我们，拿起保罗的腰带，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，说：圣灵这么说，这腰带的主人会在耶路撒冷受犹太人这样的捆绑，然后交给外邦人。我们一听见这话，就跟当地人一起恳切地劝告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可是他说：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不但在耶路撒冷被捆绑，就是死在那里也是甘心情愿的。我们无法说服他，就都住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。在那里住了几天，我们就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。有些从该撒利亚来的门徒跟我们同行，把我们带到一个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里面去。这个人是早期的门徒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上帝的旨意胜过自身的利益，这是我们要从保罗啦、大卫啦、许多信仰前辈所学习的事情。例如亚伯拉罕和哈拿的意愿，顺服上帝，将所得到的都祝福给他们。诗篇第9篇第9节到20节，上主是受压迫的人的要塞，是急难时的堡垒。上主啊，认识你的人要依靠你，你不撇弃寻求你的人，要颂赞在锡安统治的上主，要向万国宣扬他的作为。上帝关怀苦难中的人，他不忘记他们的哀求，要惩罚迫害他们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看那恨恶我的人怎么样虐待我，救我脱离死亡，使我能够站在耶路撒冷人面前，向他们宣扬我颂赞你的一切事。我要因你救我而欢乐。异族人陷在自己挖掘的坑里面，被自己所张的罗给缠住了。上主借着公正的审判彰显自己，邪恶的人被自己的罪行绊倒。
所有的作恶拒绝上帝的人都不得下阴间，都得要下阴间。贫穷的人至于永远被遗忘，受欺压的人不长久遭挫折。上主啊，起来吧，别容许世人藐视你，把异族招到你的面前，接受审判。上主啊，使他们畏惧，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必死的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，求明白你的旨意，成为蒙福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